海之家成立已經咧到今年咧去30週年啦。咁多年裏邊咧，我哋教嘅船長咧係2萬幾個船長畢業。今日咧就係各位船長嘅畢業禮，加上咧就係海之家嘅30週年慶典。海之家嚟講咧，喺呢30年嚟咧訓練咗好多嘅船長，數以千萬計，令到呢個嘅遊艇業咧係好蓬勃，為咗香港呢個嘅遊艇業咧就發揮即係貢獻良多。咁我主要咧都係有一個宗旨嘅，就係頭先一提都講過，就係不斷學習、增值自己、創造未來。呢個係我不嬲嘅座右銘。我希望將呢個座右銘咧係帶到俾大家嘅。咁咧，關於大家今日非常高興啊！咁今日就畢業禮啦，咁多即係船長業界喺度啦。關於個粵港澳大灣區嗰個推行，呢個一定係在必行嘅。舊年廣東省就出咗個政策，就2024到2027發展嗰個遊艇。因為咧大陸依家好缺嘅咧就係冇泊位，但係依家咧既然個省政府行為嘅話咧，佢依家有2個副省長去推，咁咧呢個肯定係照入必行嘅。大家如果做得好嘅，我哋會選拔啲人係去1級船長導師，希望你行多一步，再行多一步，更進一步。